我来关心中国贵州发生一件冰船的意外，有4只船伫咧溪流咧观光的时阵，煞汹汹透风到大雨，这4只船全咧规个拢变去，造成10个人死亡，70个人受伤。中国当时5一长假期间，真侪民众安排出去佚佗，贵州省煞不幸传出意外。位伫黔西市的一个风景区，测试下头原本有真侪船，伫河流中进行观光行程。河面上煞突然扣起大风大雨，造成4只船冰船，84人跋落水。当局出动消防团队展开搜救行动，为礼拜日下昼一直继续到假长假载起。我们总队84车248名指弹员赶赴现场，其中包含了83名潜水员，然后24艘舟艇以及16台水下机器人前往来作业。搜救人员透暝进行水下作业，不过河水伫半暝零见度增加，加上船冰船变形，搜救真困难。一直到拜一中昼，最后一名失联者互找到，已经死亡。这件事故总计造成10个人死亡，70人送医治疗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